韩最高人民议会决议要废掉负责两韩对话机构，南韩面对起诉，放掉要加倍回击。法国今年要办奥运，真侪景点的门票起价，罗浮宫就对58台票起甲破765，起要3成。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台。北韩的领导人金正恩是呛讲，要甲南韩连做上大敌对国，害这局势是愈来愈紧张。即阵北韩的最高人民议会佮决议要废掉负责南北韩对话机构。南韩的总统尹锡悦面对这北韩一直咧起诉，是放掉要加倍回击。 대한민국을 철두철미 제1의 적대국으로 불변의 주적으로 확고히 간주하도록 교육 교양 사업을 강화한다는 것을 해당. 根据北韩官方媒体报道，领导人金正恩15出席最高人民会议演说的内容。金正恩伫第14届最高人民会议第10届会议当中，谴责南韩甲美国互区协变较紧张，强调两韩已经无可能走向和解甲和平统一，提议透过修宪，甲南韩列作是头一个敌国。 也有永远主要敌人。金正恩嘛呼吁三读宪法条文内底对北韩政权的形容词，包括北韩区协、甲和平统一等等的字，而且莫阁使用会互人民误会描述的用字，包括两韩人民是同胞、朝鲜半岛有8000万的人民等等。这场会议嘛决定会正式废除主要负责促进南北韩对话甲合作的政府机构，包括北韩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国家经济合作局，也有金刚山国际观光局。 彻底要甲南韩残无交、水无流的意图是真明显。金正恩之前伫2023年年尾会议，就甲南北韩定调做永远无法度统一敌对的关系，公开表示已经准备好随时可能会爆发战争。2024年1日开始，就持续对南韩发射炮弹甲弹道飞弹，朝鲜半岛嘛搁一届陷入随时可能开战紧张的气氛。面对北韩起诉的举动，南韩总统尹锡悦16嘛大力反击。 이는 북한 정권 스스로가 반민족적이고 반역사적 집단이라는 사실을 자인한 것입니다. 북한이 도발해온다면 우리는 이를 몇 배로 응징할 것입니다. 尹锡悦强调讲，北韩的人民是家己的同胞，同款有自由人权甲反应的权利。南韩政府嘛确保有坚实的军事实力，会准备好势面对可能的冲突。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 北韩唔但不是咧顶军事实力，即阵搁办运动会，请真侪学生甲工厂的员工参加。不过，这个专家是分析讲，北韩办这款体育比赛，就是要对外展示讲，因的国家有偌团结。中学生穿运动衫，才有精神咧拍跆拳道。换一个场地，几十个学生嘛伫户外比赛，真欢喜。北韩官方媒体15报道，当地的体育日，学生无得管气温偌低，迄天拢总出来活動。 오늘 우리 학교에서는 집단 달리기, 태권도를 비롯한 다양한 종목의 대중체육 활동을 진행합니다. 새해에 들어와서 진행하는 소체육의 날이어서 그런지 우리 학생들 모두가 대단히 좋아합니다. 이러한 대중체육 활동을 통하여 학생들의 집단력을 키웠음으로써 학생들이 이러한 집단력이 학습과 조직 생활에서 운을 나타내도록 하는데 적극 이바지하겠습니다. 若是少年的学生，已经在做工课的大人，迄天嘛特别来参加运动会，伫大赛内面开始拍排球比赛。 새해 체육의 날을 맞추며 우리 광장에서는 지금 이렇게 체육 경기를 진행하고 있습니다. 이렇게 열기띤 분위기 속에서 체육 경기를 진행하니까 저도 성취된 기분된 심정으로 이렇게 응원 경기장에 뛰어들고 싶은 마음입니다. 报道内面的体育比赛气氛是真热，但是迄天降大雪，看起来是有够冷。学生和民众所敢若穿一顶运动外衫，看起来是有够奇怪。南韩专家是分析讲，北韩透过鼓励健康和练金马，在传送重要的政治色彩，特别是团结和纪律的价值观。金正恩上台了后，就推动体育强国。 一个原因就是伊伫咧瑞士期間，正介意看運動比賽，嘛介意 NBA， 佮要邀請前 NBA 球星 Rodman 來到平壤。Happy birthday to you。事實上，金正恩的爸爸金正日在掌權的時陣，嘛常常利用文化和藝術來宣傳政權、團結內部。金正恩是真積極用體育向國際社會展現政權的穩定性和信心。 專家閣指出講，伫北韓拄刺射導彈，朝鮮半島局勢當緊張的時陣，平壤照辦體育日，而且報道是想要放大集體拍拼、國家團結的概念。公司新聞徐婉玲編譯。
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的新闻重点。头先先来看日本三经新闻。日本7号核电厂因为这零丁半岛大地震光线受损，系统过样，至少要半年才会当恢复运作。韩国朝鲜日报报道，就算讲美国下禁令，中国有真侪大学甚至是军方，拢有管道会当买到辉达公司生产的 AI 晶片，这制裁是出现空芳。英国《Times》报道，爱沙尼亚总理警告讲，若是罗西亚镇压乌克兰，上计3年了后，就去威胁到北约东边的波罗的海3国。稍日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有非法移民坐船，硬要对法国过英吉利海峡去英国，算是并船，至少是有5个人死亡。上尾是《华盛顿邮报》，OpenAI 公司宣布，为着避免假消息影响到选情，要禁止政治人物伫咧竞选活动当中用 ChatGPT， 而且会提供验证码，帮助民众分辨敢是假消息。以色列甲哈马斯战争，真侪国家拢发生社会对立。有2个伫咧土耳其踢球的以色列球员，因为声援祖国，就去互以色列的政府抓起来，其中一个直接去互球队开除。用手机倒手的后代，顶管社哈马斯攻击以色列的10月初7 100天，而且为犹太教6个星的符号。28岁以色列籍的脚球员耶赫兹克尔，就是伫土耳其脚球超级联赛比赛当中，做出拄则讲的 ON 的举动，想要到迄天警察就以煽动仇恨的罪名给逮捕。Antalyaspor Trabzonspor maçında attığı golden sonra yaptığı hareket nedeniyle kadro dışı bırakılan İsrailli futbolcu Sagiv Jehezkel gözaltına alındı. 耶赫兹克尔甲警方表示，伊敢若是呼吁爱结束战争，不过土耳其证人是甲批评，讲伊的举动等于是支持加沙的屠杀。耶赫兹克尔15已经放放出来，不过伊所属的球团已经甲伊开除，了后伊就转去以色列。משמח אותי לראות את כולם כאן, אני באמת שמח להגיע לארץ, חיכיתי לנחות וזהו, אני שמח להיות כאן. 那另外一个嘛，伫土耳其踢脚球的以色列脚球员卡迪夫，嘛因为伫 IG 转播释放以色列人质的波文，去互暂时拘留。伊球队会甲伊进行纪律的调查。伫以色列甲哈马斯的冲突之下，土耳其的公众普遍拢反对以色列的军方对加沙的军事行动，支持巴勒斯坦人。以色列国防部批评讲，土耳其甲哈马斯是徛做伙，拘捕球员是希望搁忘恩背义。伫战火四起的加沙，世界拢亲像人间地狱，部分的民众都算走去甲埃及各界的拉法，踮伫南边野内底。不过因为无水无电嘛无食的，加上气温一直降低，身体较烂的囡仔已经叫要制裁袂掉啊。والله هذه بنتي ما بتعرف تنام طول الوقت بتقول لي مسا جعانه متلج انا شايفه على الارض شايفه كيف نايمين فيش عندي اشي انا احطه عليهم يعني ايش اقول لك مش قادره اوصف لك كيف السقع عنا هنا انت برا وانت من السقع كيف لما تنامي هان في السقع عنا 民众敢若会当烧塑胶等等的废弃物来起火，互囡仔袂寒，不过效果是有限。加上感冒、甲走白等等的情形一直在增加，不过因为无药啊，家长敢若会当看囡仔破病，确实拢唔知要安怎。更较害的是，若是落大雨，有真侪囡仔恐惊会因为安尼寒死。联合国甲国际组织一再指出，加沙的人道局势已经到灾难性的程度，呼吁都要赶紧进行后一轮人道停火。公视新闻齐婉玲报道。美国共和党总统初选头一站伫咧爱荷华州，这 Trump 的支持率是5%大赢。第2名是佛州的州长德桑蒂斯21%，输这 Trump 是输甜甜。共和党总统初选伫爱荷华州起过，东港虽然有北极寒流，部分地区降到摄氏零下43度，选民犹原唔惊风势，出席的人真踊跃。因透过党团会议用书面投票决定总统提名人，选前全国民调遥遥领先的 Trump， 较有期伫爱荷华州摕到压倒性的胜利，伊50%派得票率嘛创下纪录。They said, well, if you win by 12%, that's a big win. That's going to be very hard to do. Well, I think we more than doubled that, I guess, tripled it maybe. 除了 Trump 一个人咧请赢以外，前联合国大赛海利甲佛州州长德桑提斯伫爱州是咧拼第2。海利选情本来声势看好，不过德桑提斯最后摕到21%的选票，敢若赢海利200分点。Because of your support, in spite of all of that they threw at us, everyone against us, we've got our ticket punched out of Iowa. 海利虽然是排第3，不过伊有缘拼落去。Our
campaign is the last best hope of stopping the Trump-Biden nightmare. But it's more than that. 海利和支持者现时把焦点放伫纽罕舍州后一场的初选，讲会伫2-3赢就胜利。若印度的企业家拉马苏瓦米伫爱州初选失利，敢若摕到7.7%左右的得票率，排名第4，已经宣布退选，翻头来支持 Trump。公视新闻詹慧敏编译。法国7月才要办巴黎奥运，不过真侪景点的门票是对即阵就开始起价啊。亲像是罗浮宫，是对17块的欧元起到22块，等于就是对500台票起到破7.5起要3成。其他景点亲像是凡尔赛宫，一张门票嘛要7.2台票。凯旋门要起的门票就对9块欧元起到16块，圣米歇尔修道院是起到13块。也若是这交通的部分，伫咧奥运期间，地铁嘛是强要翻倍起，高一抓就对2块外欧元起到4块，等于是坐一抓地铁都要破130台票。法国巴黎罗浮宫前，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排甲落长，等要入场。按今年正月15开始，罗浮宫的全票按原本的17欧元584块台票，起到22欧元，大约765块台票。起要3成，佫是赶伫巴黎奥运进前起价。El Louvre es referente mundial, entonces valga lo que valga, pero a ver, dentro de unos límites, volveré. Pero efectivamente sé que hay gente que a lo mejor no se lo puede permitir. La cultura debería ser gratis. 去年拢总有890万游客来参观罗浮宫。罗浮宫解释讲，会起价是为着弥补直直起价的能源成本，尤其是2021到2022年的电费，一起落加88%。不过也是有40%的游客会当免费入场，包括25岁以下的游客、低收入户、失业者、身心障碍者、教师和记者。当咧修复巴黎圣母院的木墙，用12世纪的木仔所制作的堡头来修复圣诗班以外的木造结构，甲最后一支叉钉钉落去，刷落伫顶悬挂墙画，表示这部分的重建工程已经完成，接下就是开始厝顶的重建。Aujourd'hui, c'est très émotionnant, honnêtement, et spécialement pour la rencontre de toute l'équipe qui a bossé sur le chœur et l'abside, et de tous se retrouver là, c'est une émotion incroyable. Et c'est un peu la fin d'une partie de le chantier, mais pour moi c'est aussi un début d'une histoire, je pense, sans fin, qui continue pour toute la vie, jusqu'à résister la cathédrale. 有850年历史的巴黎圣母院，伫2019年倒下，部分结构予大火烧了。来自法国各地500个工厂，采用13世纪的工法，包括迄阵的工具甲材料来做修复。要赶伫2024年12月初8重新开放。公视新闻新乐培编译。真济博物馆甲美术馆，即阵拢有无共的展览方式，是无一定爱伫咧固定的展览厅等人来看，但都是主动推动文化艺术。亲像法国的3大博物馆之一的庞毕度中心，就靠这民间团体合作，甲大卡车改造行动博物馆，在艺术品世界展览。一只大卡车停伫法国东北部凡尔登地区一个小城镇的停车场，将卡车内面2个货柜扭开了后，一个行动的博物馆就安尼出现啦。Une fois arrivé à destination, les 2 tiroirs se déploient et se transforment en espace d'exposition, 45 mètres carrés d'œuvres d'art contemporain et d'art moderne. 法国的庞毕度中心是巴黎3大博物馆其中的一个，也是世界上界出名的现代艺术的博物馆。但是，并不是每一个法国人都有机会亲身去巴黎参观庞毕度中心，尤其是一寡住伫较庄卡所在的人。这个行动博物馆的创办人布罗查德讲，伊细汉的时真爱迄种车顶有载真侪册、四界走的行动图书馆，所以就为这得到灵感，决定甲庞毕度中心合作，推出这个庞毕度行动博物馆的计划。无机会去庞毕度中心无要紧，庞毕度的艺术品会家己来到你住的所在，互你看。参像即阵住伫凡尔登小城镇墨子的小学生，就欢欢喜喜爬上卡车去参观，阁有专业人员会替因做解说。Et à votre avis, c'est fait en quelle matière là? En bronze. Ouais. 虽然是小小的行动博物馆，但是毋但有大白、细白各种的画，有雕塑品、有影片。展览的内容不只丰富，而且阁是完全免费的。除了学校规定带来的囡仔以外，真侪住伫当地的大人嘛拢会主动来参观。Eh bien, je suis là par curiosité parce que je ne suis jamais allée au centre Pompidou et je trouvais que s'il se déplace un petit peu, et je trouve que c'est
C'est bien aménagé, c'est bien conçu. 这台大卡车的内部空间是经过特别设计，爱确保伫行驶的过程中，艺术品袂落落来，也是受到其他损害，而且温度甲湿度拢爱符合一定的标准。敢若是内部的空间，就爱开60万欧元，差不多台票2000几万。好佳在有得到企业的赞助，国家甲地方政府嘛有负担部分的油钱甲营运的费用，才会当互这个庞毕度行动博物馆世界拍拍走，继续甲法国的庄卡巡回展览。记者甘延恩编译。印度的阿萨姆邦东北部有一项18世纪起源的活动——踏鸟啊，类似是咱古早时烧拍鸡的活动。不过，因为大众认为这伤过残忍，所以讲2015年的时阵，当地政府下令禁止。这传统的活动是先互鸟仔摇巴倒，而咧这比赛进前，则饲大麻的混合物，或者鸟仔精神受刺激，搁较熬达。而且特殊的鸟仔，这头关门过去互加雕。不过，即阵印度的最高法院是撤销这项禁令，讲只要遵照新规定，正常养饲，袂使加盟，而且比赛了后，就要甲鸟仔健康野放。但是，拢有照规律来做，就会当正常举办。鸟仔撇失互相攻击，真侪民众为咧边仔咧看闹热。这是印度阿萨姆邦东北部下六市的岛鸟比赛，因家掠到野鸟先放伫50嘛，再搁饲各种透蓝的香料。包括肉桂、丁香甲大麻，鸟仔受到刺激，开始互相攻击。Itu এটা ৰজাদিনীয়া খেল প্ৰমত্ত সিংহৰ দিনৰে পৰা হাজো মাধৱ মন্দিৰৰ এই বাকৰিত বুলবুলি চৰাইৰ খেল অনুষ্ঠিত হৈ আহিছে। তেতিয়াৰ পৰা আজিকো প্ৰতি আমাৰ ককা奉上这项岛鸟传统按18世纪就开始，后来变做当地每年一个的传统活动。不过，伫2015年，阿萨姆邦最高法院认定伤残忍，下令禁止。岛鸟比赛休8年了，即马伫印度教祭司的鼓吹下推翻禁令。不过当局规定，主办单位要采取对动物较友善的做法，过去比输的鸟仔会去用加掉头壳的毛，互因以后袂当搁比赛。即马是改做用木质伫马溜做记号，并且确保鸟仔伫比赛后会当健康回归大自然。不过，虽然做法有一寡调整，动保团队依然对着改除岛鸟禁令感到非常的不满，因为挑过的刺激动物将被引起战斗，会对动物造成极大的压力甲痛苦。现代社会无应该有这种无人道的活动。另外，动保团队嘛忧心，岛鸟比赛影响野生鸟类的数量，致使特定物种会陷入生存的危机。公视新闻江文编译。乌克兰战争唔但改变人类的生活，这动物园的动物嘛受害。有一只亚洲乌熊是真好运气互救到，即阵搬山过岭，已经送到苏格兰的动物园，开始新的生活。苏格兰这间动物园最近有一个按禁区来的贵客，伊是12岁大的亚洲乌熊，叫做雅培尼。按茶箱啊行出来时，伊只偏一个遐上一个不知啊细字。So on Friday, he spent a good chunk of the morning exploring, walking round, kind of getting his bearings. He ate quite a lot on Friday morning as well, shortly after he arrived. 雅培尼原本住伫乌克兰东部黎曼市的私人动物园。2022年秋天乌军反攻的时阵，发现园区其他的动物毋是枵死，就是炸死，只剩伊一只，全来家己送来基辅，后来佫转去波蘭的動物園。過去7個月，伊是住伫比利時的動物保護中心。When we first took in, Jean-Pierre was still a little bit shy, but not too extreme because he was already taken in by our colleagues from Poland, where he could calm down a little bit. So, to be honest, the bear we took in was already quite calm, easy to walk with, so that was a very big advantage. 比利時的生物學家講，雅培尼雖然真乖個恬靜，不過要甲伊送去蘇格蘭時，也是真費氣。因準備烏熊上來糕仔餅點心，無用麻醉，順利甲請入箱仔內。不過接觸的專家發現，雅培尼拄仔來的時陣，大部分時間攏是在困眠，也無了解伊是毋是進入冬眠期，還是得到創傷後症候群，佫愛做觀察甲評估。He seems to be quite confident, or a little bit more confident than we maybe initially expected, and he seems to be kind of taking like a duck to water up there. He's doing really, really well, which is a really positive thing for us to see. 亞洲烏熊目前獲世界自然保護人民列入危險名單，伊形狀有倒 V 型還是星葉型的白毛，所以嘛叫做葉熊。一般估計佇動物園的照顧之下，會當活到30歲。公視新聞詹慧敏編譯。
法国一个外科医师，伫咧伊的患者咧面对手术进程真紧张的时阵，伊拢会唱歌互因听，互因放轻松。所以讲，就请真侪病人专工找伊治疗。手术房传出幽闭的歌声，外科医师艾莎恩多伊咧准备为病人开刀，拄到手术进程焦虑需要安排病人，恩多伊会为伊唱歌。对倒的外科护理人员认证，每一个病人最后拢会安心困去，连医疗团队拢被伊疗愈到。 Ça détend, mais ça détend pas que les patients. En fait, ça détend l'atmosphère générale d'un bloc opératoire. Au-delà d'une musique qu'on peut entendre, là, c'est vraiment la voix d'une chirurgienne auprès de ses patientes. C'est humainement parlant très fort. Ça nous émeut même parfois aux larmes. 伫医生世家出席的恩多伊，真正平顺就做医生，除了继承老爸做医生的工作，也回传老爸声线基因，有一个真好的歌喉。比起做医生，伊其实阁想要正做职业歌手，不过伊也是坚守工作。10年来研究外科技术，为无数罹癌患者重建临房。 不过，伊的歌技却是用另外一种想袂到的剧本继续展开，场景就伫手术房内底。La première fois que j'ai chanté, j'étais encore interne, j'étais encore étudiante, et j'ai chanté vraiment dans un moment de désespoir. On n'arrivait pas à endormir une patiente qui était totalement agitée, ne voulait pas se laisser, ne serait-ce que perfuser. Et donc, en me lavant les mains, je me suis dit que j'allais peut-être essayer quelque chose. C'est la dernière option qu'on avait, donc c'était que je chante. Donc, j'ai chanté pour la patiente. 恩多伊无定期伫手术房为病人唱歌，伊服务的波尔多联合病院伫网络分享伊的演唱情形，一工之内就创造300万浏览数。恩多伊的手术房演唱会就安尼红起来，有人讲伊是医界碧昂斯。 On sait que quand on s'endort apaisé, on se réveille apaisé, donc le réveil est beaucoup plus facile et se fait beaucoup plus en douceur. Et ensuite, quand on s'endort stressé, on consomme plus d'anesthésiants, de produits anesthésiques. 伊甲两个医生组成乐团，伫真无闲工作当中，找时间作曲换歌曲，有法度成就的歌手帮，就安尼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展现。公视新闻张淑芬报道。 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